我能够看见你的快乐、悲伤、爆笑、心疼、成长，那是因为我和你就是家族朋友、家人一样，我们就是夜光家族，夜里发光的夜光家族。You like the radio to me， 我正在全面收听，实况转播最新秘密，太震撼我还来不及反应。听谁的声音在说个不停，轻声又细语，一听就上瘾，爱渐渐靠近，仿佛是旋律，换我像只猫，紧紧守着你，一起入侵我神经，深深透我心灵，就像幸福巧遇，命中注定深深着迷，这里是问候语，重复的多甜蜜，百听不腻就像收音机。You like the radio to me， 我正在全面收听，实况转播最新秘密，太震撼我还来不及反应，整个宇宙都是你美妙的声音，美到我无力抗拒，享受这一股魔力，如大浪雷袭，推进你，已经把我吃定。听谁的声音在说个不停，轻声又细语，一听就上瘾，爱渐渐靠近，仿佛是旋律，换我像只猫，紧紧守着你，一切入侵我神经。我听他的专辑的时候，我都要怀疑说，这真的是他现场一次 OK 的吗？还是他是一句一句切起来的？唱起来我听听看。百听不腻就像收音机 You like the radio to me， 我正在全面收听，时光转播最新秘密，太震撼我还来不及反应，整个宇宙都是你美妙的声音，美得我无力抗拒，享受这一股魔力，如大浪雷袭，推地你，已把我吃定。哇，掌声鼓励一下哦！喜金呢？是真的哟，是真的。唱闽南语歌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感觉是一个歌王来着，而且又是戏剧小生，让大家觉得，哎，他应该会是大概是走本土挂，还蛮适合的。是。但是没有想到呢，当你跨了一个界的时候呢，他是完完整整的变了，是从形。包括你唱歌，还有就是你散发的那个气息，通通都一样。就一聊之后呢，发现哦，原来他已经花了很久的时间，是，就是你去研究，然后去感觉，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变成是自己身体里面、血液里面流的东西。所以你一开口在唱的时候，就是再也没有过去的唱歌的影子的牵绊。真的耶，花了很多时间。你居然可以做到，就是一点都不会让人家觉得是跟以前有一点相似。是的，这个是你自我检验的功夫很好呢，还是说有人逼着你？就是比如说，不太像哦，你这个好像还不够哦，然后就赶快再练这样。应该是自我检验啊，我觉得，环境给的压力，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艺人其实要在这个演艺圈生存，其实并不容易。会唱的、会跳的，其实举例真的太多了。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比大家很多人还好的话，就是我觉得我的运气蛮好，老天爷还蛮眷顾我的啦。那我虽然就是可能在唱歌发片之后，可能当下那时候发天力之后没有继续再发，可是他让我在另外一条演戏之路有了曝光，然后有了学习的经验，也让大家看到不一样面向的黄文兴。那在这，你就是黄文兴，是。我们刚刚都一直没介绍出来，欢迎黄文兴啊 ！Hello， 光宇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文兴。真的，所以你看，如果没有
跟大家讲说，这个 Radio 刚刚那个歌是黄文兴，就人家根本不会想到啊，几年前黄文兴不是这样子啊，是，怎么突然就变了这样？是，就不是突然变的，那是心里面慢慢就是有一个能量的酝酿，对，然后就是又一直这样变一点，就是唱歌慢慢去调整，当然，就变成这样。但这个一点也花了好几年的功夫了，好几年的功夫。对，你上一张是在2010年嘛？有这么久吗？我怎么对2010年的7月。有这么久吗？我真的不觉得你有这么久感觉好像听黄文兴这个名字好像是3年前，然后我们没有啦，所知道的这种感觉，真的蛮久了，真的蛮久了。那你觉得这几年你在调整你自己之外呢？你适应这个环境，觉得自己 OK 吗？其实我觉得我算是适应。可是你说 O 不 OK， 我可能会用就是自己合不合格的角度来看自己。我觉得那时候还算勉勉强强啦，因为毕竟还是活下来了。对啊，对的，没有，真的。然后还有不管是演戏或者是音乐，还有很多东西都还等着我去学习，我还要去吸收。那其实，在演戏应该4年了，当中4、5年这之间，我在演戏当中，我一直有在想说，我当初的理想是音乐，可是不是要就从此就跟音乐就走远了这样子？对，就离他而远去了，然后无缘也没有机会再碰触到音乐这一块。那我一直在想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就是可能当时的我比较刚出道，我可能就是只有一些比较固定听某些我喜欢的歌曲。可是我发觉我后来这几年在拍戏当中，一直不断的也甚至在反省自己。我觉得艺人真的有时候一些音乐你要多多去尝试去听。虽然一开始是不喜欢，可是听久了有些东西你是会去好像还不错，因为很多音乐并不是一定一开始就第一印象就好棒哦，对，有些是听久之后，不错，对啊，越听越耐听。对啊，比如说 hip hop 刚进来的时候，它什么 hip hop，什么的，我来听这什么蛙歌，对啊，怎么你念啊不讲感情啊，不感情啊，讲那边搭最高，好像在念经一样。对啊，又不有趣，这样子就会用这种评判，就没想到经过这几年，慢慢的大家去接受它之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年轻人现在小朋友一出来之后，哇，那种 hip hop style 就对，就那种样子就出来了，而且慢慢可能变成说它也不是只有就 hip hop， 就是可能它主歌是 hip hop， 然后那副歌它是有唱的东西，对，它结合了很多元素，你就会觉得哇，不是在以前既定印象那种 hip hop， 那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退步，应该不是说退步，是不进则退。你不去吸收的话，你永远就是当一个井底之蛙，只能活在过去。是，那活在过去，你自己就会被这个时代的洪流给淘汰掉。第一张专辑卖得好吗？第一张专辑其实还 OK， 还 OK， 那时候还 OK。请问你那时候收到版税够多吗？版税其实也没有，还是被年轻的歌手被压榨，已经没有收到多少。也不会啦，是因为那时候好像开始是，其实好几年前唱片听说就没有，不是很好，因为有数位的东西的一直上架。那我觉得。但是口碑倒还不错，口碑还不错。我觉得最主要是那口碑传唱度，然后大家讲到天地，就知道黄文兴，对，天地是谁唱？就黄文兴啊。对，那这至少是我觉得还蛮安慰的一件事。你现在唱，因为这张专辑里面，就很难得是国语跟闽南语就全部都有，就是国语有这个。国语有4首，对不对？然后闽南语有6首，国语6首，国语6首，对不起，我记错了，对，4首。那这个差不多一半的，一半那个感觉。可是你现在唱闽南语也跟以前不一样。对啊，就是因为你可以回到那时候唱天地的黄文兴，然后唱一段天地的，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唱的吗？
不能用你现在的黄文兴唱闽南语，因为你现在唱黄文兴唱闽南语呢，我觉得比较有一种还带一点文青的气质。对，我想想看哦，对对对，一开始出来那种会靠，我知道。头鬃已经渐渐白，也是悄悄讲咱一切无问题。你是我的天，藏在心内底，不捌对你讲过。吵闹大声拢是假，由头到尾心内总是一句话：你是我的地，感谢每暗陪伴为我抱白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掌声鼓励一下耶！我会靠我 Kiwi 啊嘞，这个每一个人对唱歌有他，比如说从小听到大，然后影响很深刻的那个 style。对，你觉得谁从小到大影响你唱歌最大？最大，你最常听谁的歌？你说小时候吗？小时候。应该是洪大哥的歌吧？对，所以就是你在唱，比如说当唱到某些就是音的转换啊，气音的调整啊，真的是有一些要转音的这个地方啊，就感觉就是一个很老练的一个灵魂。即使你5年前你推出唱片的时候，这个好像蛮会唱的那个感觉。对，那表示有练过。对。是有练过，这是有练过。对。可是现在你在唱的时候呢，你变成用另外一个视角，就是用你眼睛看的这个角度，就是跟以前只是把它唱出来不太一样。现在会解释这个词的内容。对，现在会解释这个词的内容。其实包括刚才唱的，我觉得跟4、5年前那时候刚发的时候，感觉也有一些不一样，还是有不一样。对。因为我觉得你现在也还蛮内敛的，就是会有内敛，然后会因为这个词去感觉到你该用什么这个角度，什么方式去唱它。而且我发现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得了这个奖，然后我知道，我们有访问光宇哥，你有访问我。对，然后那时候呢，在谈话跟现在我觉得你也差很多。你现在在谈话你切入的方式，还有就是说你可以应答互动的那个方式也不一样你的成长是很明显的我觉得除了历练，还有多看一些是电视节目。那我看电视节目不是在那边笑来笑去，只是要做功课，就是做功课，看人家怎么去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最弱的地方就是我的就是语言的表达能力。那有时候我表达能力好像也不是说不真实，只是有点就是应该要再多加一点有说故事的感觉或者那种氛围。可是那时候我就是很直接，然后可能大家问了一个问题，然后我就是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几句就结束了。对，那其实我也很尴尬，我也很想把心里面一些东西把它表达出来，可是就会觉得好像脑袋里面思绪是很乱的。那要去组，可能就回家要先做功课啊，干嘛。那其实慢慢在讲话跟人家聊天过程中，然后看电视看一些节目，然后去吸收，去参考别人怎么去表达。这无形当中这几年我就慢慢学会说，这种表达能力就是会让人家听可能大家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就会举一反三去，再从中间一些问题见缝插针去把它延伸出来，不会说你问我一个我就回你一个。没有，对，还好，或者说，对，我想想，应该还 OK 啦。对，我就，我们也很怕访问到这样子一个朋友，是。但是你的功课做得很明显，就是真的是一个有做功课的。这就刚开始我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呢，是我如果麦克风一开之后，也是讲几句之后，
要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了。对，所以呢，那时候我必须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每天把它写下来。我觉得一直在写，然后就是你光这一段节目的时候，你要花1-2天的时间呢，就把这2小时节目的稿子呢，通通都给它写下来。对。那于是你在讲的时候就会比较流畅。那因为有那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历练呢，就是半年的时间，我不用再写稿子了。我只需要写重点对。那现在呢，就是也不需要写重点，就我昨天有做过功课，我就知道我要讲些什么。是，但是呢，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会忘记了。昨天呢，怎么有点突然有之前就是昨天有想到神来一笔的东西，神来一笔的东西，然后突然然后就卡住了这样。还是要写下来好了，重点还是非得写下来不可。对。不过黄文兴就是因为你一出来的时候，被大家就注意到你很清新的外形，就是在唱这个台语歌的，这个帅哥，然后就是而且他还蛮亲切的，对，然后笑容可掬啊，大家就觉得哇，这个发展前途无量。于是真的你也就是演了很多戏剧，而且是戏剧很喜欢去找你演出。对，那你也就是训练你自己的，比如说形体的表达，对，然后就是甚至是因为都是艺术的东西，是啊，包括你唱歌的时候，如果你进入角色的时候，你会突然变成那个人上身，然后你的口气方式也会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从这些综合来看的话，你是真的这几年真的训练很大，所以并不是像我们刚开始接触说黄文兴那变了他怎么真的换了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气质啊，然后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你最近应该常常听到人家说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对我的，甚至以前认识我的有采访过我，就觉得我改变蛮大的。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虽然改变这么多，但是黄文兴的本质还是没变，我的初衷还是没变啊。对，初衷还是一样。对，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现在因为高中也是那一所，初中也是那一所，没有初中都没变。对，我意思是说那种现在因为就是还蛮注重包装，所以有时候包装，因为当然有些人他会用说，为什么要去染头发？为什么要去搞得像韩星一样？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是可以尝试不一样的面向的。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歌迷们他们其实都会有很多意见的。你不变的话，他们好像觉得你就一直是这样，然后变了之后就说你干嘛去弄这样？对啊，你想要让大家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然后结果作品一出。就是不错啦。我就觉得因为其实这个染头发或做一些造型的举动是我跟公司提议的，本来公司还是希望我沿用以前的黑发，可是我说这是做的又是国语，那我觉得在这个这么竞争，坦白讲这么竞争的市场，就像你卖一个货品一样。好了，我就举例说一个卤肉饭的东西好了。大家知道胡须章嘛？胡须叉。对，他为什么他就是卤肉饭啊？他有什么不一样吗？一样啊。但是他后来为什么要转变跟潮牌结合，甚至要把它用的就文创就结合这样？其实他还是要包装嘛，因为现当今的社会跟年轻人他们其实喜欢，不只有说你口感吃得好，你还有那种整个视觉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像现在我们做这个行业，唱片行业、影视圈的行业，其实也是一样，那你不从这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很久没有出唱片了，那你要怎么去吸引大家？吸引大家去听你的歌，而且这张你也可以当做说，我就把自己也当做新人一样，也可以啊。是啊，所以你现在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纯粹的新人，可能。5年前有的人还不知道，没有，就是5年前他也没有听过黄文兴，对，有可能啊，是，或者这几年下来就我是去年才知道，因为他演戏啊，对不对？但我不知道他唱歌啊，对，那没关系，那这张就从第一张开始认识，就让大家再重新的认识黄文兴，也挺不错的，真的。黄文兴
透过自己侃侃而谈，说自己主动的想法，我觉得是蛮有说服力的。好累的去哪里？要不要一起旅行？带着你最心爱的 Kitty， 快点整理好你的行李。哦，不用担心买大礼，一路有我保护你，让你看到世上最美的风景。快点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明白有太多问题，未来有太多经历，可是我做好了准备，把你捧在我的手心，用尽全力说一句我爱你，不用怀疑那一句我想你，一心一意注视着你的眼睛，就趁现在告诉我你的决定，用心说一句我爱你，不要怀疑这一句我想你，随时随地掌握着你的心情，让你明白是这么完美的你，曾经我心里。这就是爱，是因为爱，不用担心买大礼，一路有我保护你，让你看到世上最美的风景，快点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明白有太多问题，未来有太多经历，可是我做好了准备，把你捧在我的手心，用尽全力说一句我爱你，不用怀疑那一句我想你，一心一意注视着你的眼睛，就趁现在告诉我你的决定，用心说一句我爱你，不要怀疑这一句我想你，随时随地掌握着你的心情，让你明白是这么完美的你，曾经我心里。有人说，光宇哥，你播错歌了啦，这好像是吴建豪那种，这个一点都不像黄文兴啊。我昨天听，我也是不太听，哦，好18岁哦，哇，这好像谁哦？就是怎么有办法可以调整到这么多？然后我今天透过这样的访问，相信很多朋友你也可以知道说，因为黄文兴内心已经做了深刻的改变跟调整，所以他不是去装出来的，不是勉强自己说，哎，对我要训练成自己那样的，不是的，不是，你是已经在内心里面质变了，是量变，就量变是训练的过程，你可能在这几年调整自己唱歌啊、听歌的内容，那些都是量变，慢慢量就一点点的改变，然后到最后这个改变够多，已经变成是一个质变了，你是在心里面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当然，我刚刚跟这个黄文兴讲说，哇，你现在这个改变还蛮适合，也可以到大陆去发展。谢谢，我希望有一天有这个机会啊。对，然后哪一天就突然上去，然后当我是歌手，也希望如果有这个机会，当然是对，当然也不错。好，我们刚刚播出的这首歌叫做说一句我爱你，说一句我爱你。好，在 App 上面很多朋友，高伟成说，哇，说一句我爱你，超甜蜜超好听的，我也爱黄文兴。是。然后呢，再来Sam Lee 除了就利用反方向跟你这个表示你的这个进步还有改变非常的大这样子。是。然后呢，来我来看一下哦，这个来铁奶照，他说哇塞，这个外号还真这女的耶，哇塞，哇塞，这个外号还蛮猛的。喜欢你的都这一种吗？
不一定吧，因为其实还蛮多的，蛮多不一样的。所以你也可以接受木兰飞弹那一首的，对，因为我是无敌铁金刚嘛。哎呦，马上可以接得上，哇，不得了哎，稍微，我居然跟你同年代还蛮奇怪的，真的，等一下，无敌，等，那个不是不同年代吗？哇，好不容易扒的，对，我跟黄文兴同年代，一定要这样，同年的是不是？好像大家都对你的这个期待也蛮高的，然后有一些朋友说，你的是不是最干净啊？片头曲啊，还是想着你啊，也非常好听啊，是，对不对？然后徐兰生说，哇，文心的歌声真的是越来越好听。王玉祥说，我可以跟黄文兴讲电话吗？好，我们可以期待哦，待会是可以哦。然后呢，杨雨晨说，哇，全新的感觉 ，good。是真的喜欢你全新的感觉，陈阳善也对你赞誉有加。然后呢，刘纯婷他说我也是超级偶像，黄文兴是我的超级偶像，超喜欢你的，谢谢。然后鱿鱼胖他说文兴在新专辑有创作2首歌耶，他是从大陆来的哦。这个他打那个简体字的，哇塞！对，我们现在是，这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夜光家族，哇，所以很开心啊！来，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飞碟夜光家族，你有专心听吗？黄文兴这张专辑里面呢，除了像韩星、韩流那种让大家觉得还蛮偶像挂的，就是又唱又跳的那种气氛的歌之外呢，这张专辑里面抒情歌是一个重点，是对，它也可以让大家听到黄文兴在演出了这个戏剧之后，他可以深刻诠释一首歌的歌词的功力。这个歌名叫做就这样了吧。代表什么？是太沉默变成折磨。还记得你的承诺，你留下了多少回忆？多久的时间才能忘了？你走了，我才懂得。如果你做了选择，眼泪能不能忍着？爱不知不觉开始真的远了，在一起的画面是那么深刻，我懂了，爱真的走了。再爱，想再一次能不能重来？你走得太快，我来不及大声的呼喊。如果再爱，会不会再一次没收我的疼爱？我在假装勇敢，那么就这样了吗？还是就这样了吧，好吗？多久的时间才能忘了？你走了，我才懂得。如果你做了选择，眼泪能不能忍着？爱不知不觉开始真的远了，在一起的画面是那么深刻，我懂了，爱真的走了。我在
居然有人说黄文兴应该一开始就先唱国语歌的，他们觉得如果一开始你唱国语歌的起手式也蛮不错的。其实那时候有发台语之前有发一个 EP 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说那时候的心态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去做这个动作，因为那时候的国语歌是伊万克拉的幸福，它是比较也是比较稍微轻快一点的歌曲。可是我记得那一次的那一首歌录音其实录蛮久的。我觉得当下的我还没有办法去 hit 这种类型的歌曲。对，觉得 handle 这些歌好像超出当时自己的能力。对，要去 handle 的，我就觉得突然进到录音室才发现，我怎么真的不会唱歌？对，以前觉得还蛮会唱歌，就突然进录音室，不会唱歌。突然觉得自己非常的不会唱歌，怎么会这样？对，那我觉得经过这几年的一些练习，然后吸收一些音乐资讯，我慢慢开始可以去 handle 这些类型的东西。是，来那个有人就说对你以前的单曲就是这个我的亿万面包的主题曲，是伊万克拉的幸福，是的，对不对？是。所以然后大家对你的了解真的都还蛮多的。然后像我们的张瑞说，哇，真的很不一样哎，好好听哦，国台语歌王呢。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刚刚我们还取笑说，那明年如果你报那个金曲奖，你到底要报国语还是报？是要报国语还是报台语？对啊，想说这一次如果有机会，希望是可以报国语的，因为国语多了这个一首，多了两首，对，是不是？对啊。不过想到就是大家对你的反应都这么棒。然后像这个有人说黄元生你的声音真的超好听的，现在在听更有感情。然后欧阳宝说有一天转到世间情，听到国语歌我当场都愣住了，这是黄文兴吗？所以你看，就是你的改变，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而且这个才是刚开始而已。是，因为我听到这个黄文兴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有很多的热情在心里。对，我还有很多的想法跟东西想要去实现。哎呦，惨了，这个公司你们要注意一下，它以后变成难搞艺人啊！不会啦，不会啦，只是希望把这些东西呢，让更多喜欢我的歌迷朋友们，可以知道说啊，原来文兴他还有那么多东西，希望我们去看到、去听到。对啊，这首歌也很好听，虽然不是主打歌。对，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蛮好听，很像韩国的那种抒情歌曲，韩剧的那种感觉。真的。你说过的那些话就当信的，你做过的那些事统统快忘了。爱你的我也做了我的抉择，可爱回来后，那个新的我们都老了。你说过选择题往往很难选择，我晓得答案落错了可以改的。你说过原谅你是个过客，那些来不及说的，要我怎么去猜测？你说过的那些话我还记得，你做过的那些事也会觉得不舍。爱你的我，看幸福变成泡沫，那些真的假的都已不重要了。你说过的那些话就当信的，你做过的那些事统统快忘了。爱你的我也做了我的抉择，可爱回来后，那个新的
WhatsApp 上面呢，有一位也叫文心的呢。啊，真的吗？她是女生，她叫于文心。心是一样的。心不是心是康乃馨。康乃哦，康乃馨的馨。他说文心，文心，我也叫文心，好亲切哦。他就写真的，这样就够直接这样子。爱你的我也做了我的选择。虽然这个黄文心已经就是有了这一生爱情的依靠了，这样已经紧密的这个结合了。是。那但是你的粉丝会不会有一些仍然做了非常比如说这个热情的这个举动啊？我觉得我的粉丝都还蛮理性的，他喜欢的他们倒是不会觉得怎样，因为他觉得他们喜欢的是我的音乐，我的东西，我的演出。对。是吗？你觉得他们不喜欢你的人吗？人也喜欢啊，可是我觉得会不会比如说办活动的时候，突然就是冲上来就扑上来的那一种，这样？扑上来好像也蛮多的啦。真的吗？没有，可是毕竟他们还是，我觉得他们还是祝福我的啦。哦。对，他们还是带着祝福这样。扑上来的时候，那如果握手啦，扑上握手了。对啊。哎，你就练了呢，真的。你太公对或许光扑上来是就紧紧就抱住了那种，然后应该是有这个预备性啊，可是以往都是被工作人员挡掉的啊。哦，对啊，就有人挡掉了这样子啊。因为如果没有工作人员的话，我应该会像那个碎纸机的纸，然后他们就像碎纸机一样，就整个就马上就这样子，光想就是不敢想了这样。都表示这个大家对你的还是发乎情止乎礼，虽然有热情，但是这样啊好，就是还是握手啊，是啊，然后黄文心很喜欢你啊，就这样子。对啊，我觉得他们倒是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啊，就很虽然其实粉丝是需要教育的。对不对？就是说，哎，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互动，然后大家都有一个都知道，不要太 over， 不要太那，然后大家都还是很亲切、很亲近，对不对？当然，是啊，还是都很清楚啦。真的，那觉得他们也是一直以来都还蛮支持我的，是，所以我还蛮谢谢他们，真的哈。所以这首歌可以被来介绍一下。这首嘛，这首是我做的了。对啊。那我。其实这个就没有送给谁，这只是我心中的一个理想。我想要做一首台语很像是国语的那种像王力宏或者像周杰伦那种歌曲的感觉，然后所以才去写的这一首情歌，是，并没有说影射谁啦，没有谁，没有什么故事，没有什么故事，单纯就是想要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然后一些理想的东西表达出来。想要讲给你知，是不是？新的创作，这首歌名叫做《想要讲给你知》。没想到你这样
这个行为公吼力哉呢，这把是非常道地的闽南语的感觉。是，对，然后跟唱国语歌还是差好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去接受，然后也许有对我也有赞赏的，我觉得还蛮开心的，真的，就是不会说哦，你只会唱台语，对啊，唱国语，还是不要吧，对，就这样。哎，这个好像这个周末就可以跟你有好好的面对面、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对，告诉大家这个机会。对，因为之前在台北的那个，在这个Showbus 这边那个有办自己的新歌发表演唱会，那就是大家的回响都还不错，所以就大家有一直问说，哎，高雄有没有？有。对，就在这礼拜3月21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高雄的SOGO 百货1楼广场，请注意，一定要去。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个不断努力，觉得自己还有不足，所以机会还没来到的人，真的是很值得鼓励。他就是黄文兴，谢谢。黄文兴推出这全新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无界》。没有界限，没有边界。就刚刚才我们关宇哥我们谈的就是，台语也国语，对，没有界限，而且就搞完呢，用英文作为专辑名称叫 Ageless， 是，哇塞，就搞不好下次你唱英文歌英文歌的话，我还要再多琢磨，因为这个咬字是要非常重要，再练习，对，要再练习，对，好，我们今天访问黄文兴，应该很多人呢都专心的听，我们今天要给很专心听我们访问黄文兴的朋友呢，有一个很棒的机会，就是我们要招待大家去看《爱的方程式》这部电影，叫做 X+Y 爱的方程式，它上映的日期是4月2号。这部由 BBC 来制作呢，讲述一个很难跟人家沟通，只能够在数学里面找到慰藉的天才少年纳森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他还到台湾来拍摄哦，在捷运西门站两厅院广场、台北市的大同高中以及西门红楼，通通都入境，所以这部戏非常好看，跟 Lucy 是一样的，对不对？对，有来台湾取景。对，没错。所以呢，我们要出题目呢，会出在待会马上就出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抢答。那我们就要请大家去看。那3月23号下礼拜一晚上的9点钟在长春国宾，所以待会就马上就可以看有哪些人可以去看这部 X+Y 爱的方程式。今天要谢谢黄文兴，谢谢关文哥，加油！好的，继续加油，你的前途无限宽广，我会继续加油的，真的。我们的房间好久没声音，泛黄的照刚刚这样被比的那个好像秒数快结束，心脏快停了。但是呢，再告诉大家你的活动，在这礼拜的3月21号，高雄的这个SOGO 百货1楼广场，下午3点，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了，就看到。那后续如果还有活动的话，还要到你的 Facebook 上面吗？对，我的 Facebook 都会去公布一些我的最近活动的行程。是，对，加油！我会的，我会加油，我会努力的，加油！拜拜。我还记得你的温暖，手还牵着手。